談論夢想竟給你嘲弄我未成熟，前途又怎可預報？沉默又得到苛責，不夠自信，到底怎可使你滿足？如果都不夠好，說過不懂怎去討好，逐個弱點給我鎖不做，也要做到。你想我點？你想我升仙？我可改變思想，終究先跟你見面。假使有天真這般嘴臉，隨便給你散紙。你想我點？賺很多錢。你相信我即使會改變，不想去欺騙。如果這算膚淺，偏想我點？